嚟到喺烏魯木齊嘅最後一整日，今日只係想做一個普通嘅旅客喺城市做一日 City Walk。首先嚟到金泉商城，係旅客買手信嘅必去地點。商城一共4層，每一層都賣唔同特色嘅禮品。入到嚟俾我感覺就好似去咗以前深圳嘅筍崗批發市場一樣。最大特色就係呢啲冰箱貼，5蚊一個。呢一層就主要賣小花帽同埋一啲民族服飾。雖然最後我冇喺呢度買任何嘢，不過民族服飾我都覺得大家可以過嚟一睇嘅，因為我會見到每一個店家都會有一個裁縫機親自去縫製服飾，確保每一件衣物都係人手打造嘅。然後我哋就行過嚟最出名嘅景點國際大巴扎，天口好熱，行到好頸渴，過嚟食杯雪糕先。不過景區嘅嘢真係唔平，3球嘅冰淇淋要38蚊一份，嗌咗原味、玫瑰同哈密瓜味。最正呢度就有好多唔同嘅配料可以自行免費加嘅，加完配料就有一種好豐富嘅感覺。現場嘅環境都好有特色同好舒服。食完就出去行慣下，但係發覺呢個國際大巴扎好人工堆砌，同埋好多嘢都商業化，而且物價都比出邊高。然後我轉移陣地嚟到領館巷，佢好耐以前係俄羅斯領事館，然後轉型變成咗美食街。呢個配搭係一個當地人教我嘅，烤包子加個綠豆涼粉。綠豆涼粉食落好舒服，再加烤包子嘅羊肉餡熱辣辣。呢個配搭勁抵，加埋先15蚊。你睇下幾多本地人都喺度食。食完再要多個飯後水果，依片西瓜3蚊一片。因為喺金泉商場買唔到屋企人嘅手信，嚟到呢個天山萬科廣場。同埋聽聞呢度靚女雲集，所謂5步1辣渣，10步1熱巴。不過入到嚟好似中咗伏，冇靚女都算啦。所謂呢個最有特色嘅商場同國內各大城市嘅商場冇乜分別。唯一比較特別就係呢間迪奇商店，佢係有啲似新疆版嘅無印良品，都係賣一啲家居擺設同埋日常用品。不過相對上有本土新疆嘅特色。